我今日准备火山爆发的卵包饭。今日的材料就看一下有鸡卵，有火腿，起司片，多玛豆浆，嫩肉，冷饭。开始做的时间你不该就火腿啊，这些东西，就得要切蛋的，切细细蛋的。在炒饭的时间，不用翻豆堆剩余是嘛个东西就唔会见事了。那个切强大角冇一些是会见的，你切细细角的饭炒的好食马家都是落去人中酥酥辣所以呢，切细蛋的落去，切比好。好，大家准备啲咧，起司两样东西做牛腩做的牛腩是肥这样子做这一片所以人中酥轻多包在地巴度所以呢要切的时间这样来拆开来，有肉汁了，拆开来切来等下要吃的时间这样不用这个饭豆饭炒好的饭蛋白第二组烤个饭的小小的饭是叫它融入一个饭豆度这起司的人中就吃得多你不用这个细蛋糕就做得切好的不用好，准备还要卵等下炒卵的时候，有的人讲奇怪，我炒卵要按硬身你看教人的用来炒卵很软身要浸只水碗的我来烤烘的，反正卵是冇坏的这样不用太欢喜。好，来烤啲卵，好2粒卵就做的嫩肉鲜嫩肉，这两种东西加落去。鲜嫩肉加啲落去，要做的加啲啲的牛腩，再讲鸡汤要做的那就这水分做出来卵很软身，这绿绿啊绿比润润的来，很深的炒饭。好，OK 准备熟。好，用啲沙拉油，用啲嫩肉落去用啲嫩肉出来炒饭时，饭还唔会夹锅噶，所以我让锅底唔可以一下落去盐底。好，入边必融化饭卵就撒落去，撒落去绿绿啊。佢慢慢硬身的时候，冷饭做落去，冷饭用木炭还唔好炒，你可以做种两人的木手，而且然后呢人形的好像黏黏的轻轻嘛，个饭就会散开来。那种木炭还唔好轻，那种人带同时炒不用啲盐，拍胡椒粉，调味一下。今日要准备的胡椒粉，好，加啲五色胡椒粉，伊较香拍胡椒粉老五色的冇香香，拍胡椒粉较辣，五色的较香，所以炒饭一般我都加五色的这胡椒粉炒3块来做的3块做好。现在做一只舷窗像那个火山的舷窗，尖尖的把它堆开起来。好。用下用两只锅的炒饭的锅的，就是佢哋带下有肉个肉就唔是大双的，你按来煎断就挖掉就唔会夹锅噶。好，两身臂，跳下锅条的跳下锅条像火山所以这细山的贴起来。好，卵包饭你看我准备了卵，中分开来打，
你下今日准备4粒卵吼，4粒卵。哎。哦，大粒卵今日吼真齐吼，我妈快摕的卵，所以你不加吼，上次买转卵啊，就冰在冰箱一边吼，莫冰到咧室温向烧的时间一下就快摕去吼。你看落去准准的，加咩就剩的鲜奶油吼加落去，然后做起个卵吼就很软。好，落个，比还有梅头吼。加啲嚟染，好，啲嚟染就好，速啊！好，啲嚟胡椒粉，用拍胡椒粉吼，你爱加肤色的胡椒粉就一粒的吼，先讲，基本就晒嘅吼，那个你下时间就用拍胡椒粉，录准了吼，准备包嘅。加你煎炒饭那包嘅吼，就做一种，咁样用啲油落去。好，准备几块一双块嘅。来，先呢就爱放啲落去。你那种煎卵吼，就唔会粘锅。你要放倒来哦，相当于讲用沙拉就煎卵吼，落去就粘喺锅底样。咁即系你啦。火唔是用动态吼，煎卵比吼，火唔是动态，细火煮吼，撒落去。你慢慢的来，你下边慢慢的加温吼，加温的时间怎样啦？火唔是动态，慢慢的吼，细火煮好。你还说来过来，下边来过去，好，来过去，好，你下边夹起来吼，不个吼。先别离下边，离下边，好，差不多就离下边吼，别离，你别行，好，这样来过来，紧带吼，带到动哦，这样叫火山哦，你火山爆发出来啊！旁边种劲流吼，如果像一只山咯，哎呀，代边黏嘛吼，差不多旁边熟的吼，就做两人就做的，溜啊个翻档行业吼，溜啊个翻档吼，像一个火山爆发火山那会来，然后起司甲冰个冻行。切好切档的起司吼，放落去。伊咧火烧这个卵烧的时候，就会融下去吼，就会融下去。来，火腿放掉落去，调边吼，贴边呢贴边过，像火山爆发中。好，番茄酱，来啲冻吼，挤落去，哇，火山流下来咯，爆发咯。你啊声音先好是酸甜的吼，今日做一出火山爆发卵爆饭，做好咯。火山爆发恩利蛋，先用卵炒饭，再加条的胡椒粉调味后装盘，冷爱卵加条的奶油、盐、拍胡椒粉调味，落锅用小火煸煎，卵熟以前呢，用筷到中间立扎起呢，然后希望放在炒饭当锅。将腌掉的 cheese、哈姆和토마토酱就完成嘞。